來看咱國內這民間團體呢是開記者會，指出這國內一寡用租公司是欠一個完整的法規來管理，或者詐騙集團會當利用制度的空隙來拐錢，所以要求政府得定出一個用租的專法。有學者是指出講，目前這全台灣呢有超過5000間的用租公司，也毋過立管的數量煞干那26間爾，所以建議這政府得參考日本甲韓國等等的制度。錢就直接到了戶頭，又被一部的指示轉進到所謂的投資的平台。幾天後，跟我說要結婚的人消失了，貸款的代辦人也找不到。李小姐透過網絡交朋友去拄到詐騙集團，對方叫伊甲用租公司借錢。伊借38萬，錢尾啊，互詐騙集團騙去假投資、雙頭空。拜二有民團佇立法院開記者會指出，佇國內用租公司是合法的，而且借錢條件確認，所以互詐騙集團有機會弄制度的空隙拐錢，要求政府都要趕緊制定用租業的專法。信用卡、現金卡或信貸越來越嚴格，所以其實很多人透過網絡上的信息跟融資業者，不管是公司行號或個人借貸。但是這些融資業的規範完全沒有，也不是本委員會所能管的，那就立專法來管理呀。民團用行動劇演出用租公司無法規範管理的困境，因為目前全台灣有5000間以上的用租公司，金管會所干那立管26間，而且是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對用租業的規範有限。閣因為用租審核確認、放款較緊，詐騙集團會先甲受害者騙到無錢，閣介紹伊去借錢，致使受害者的錢還袂了。學者講，目前用租制度無明確規範利息的上限，借款的濟少，顯示政府對管理的力頭無夠。就是它不合理的利率、不合理的合約、那不合理的催收、不合理的廣告條款。還有最重要的是，他放款給不適當的族群。你如果是在單一個地方區域你在執行業務的，那你就歸那一個地方政府來管轄。但是如果你是有跨轄區的、跨地方區域的，那就由中央的這一個單位來當你的主管機關。民團建議政府應該參考日本、韓國、美國等等國家制定專法管理用租業，若無詐騙的問題，愈來愈嚴重。記者郭金勇、志剛台北報道。